在這裏說一說，這輛列車是我用自動駕駛開的，所以並沒有影到其他人。影片還未完，還有離站、開門和關門。請勿靠近閘門，請不要靠近閘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gates. 不要忘記還有離站。